请即马徛后面的会友吼，会使快点进到我们的教会的座位，好不好？这时咱要来开始咱的敬拜，咱敬拜内心，咱要问家己：你敢有做到伫你的心啊？耶稣刚才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问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醉倒。伊嘛安尼讲，我就是世间的光，对我的人无惊人，反倒当有活命的光。咱小等下要用这条歌，若是有你伫我的生命，大家来祈祷，来听这条歌，来上书主，把我伫咱的生命当中。
来啊，咱就摇花唱歌，救咱的石盘唱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唱欢喜的声，因为摇花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拢总的上帝。即时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来学罗上帝。虽然外面可能今天天气不好，不过我们一样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要放下我们的劳苦，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们用我们的诗歌一起来敬拜，因为它是我们的盼望，然后放下的宣告就是一个安慰人心的。全新的生命在于你，盼望在于你，都在于你。全新的生命在于你，
生命在于你，愿望在于你，愿在于你，天生的生命在于你。主是那一位充满盼望，是那一位恩典的神，让我们更多的寻求他，更多的爱慕他，更多的渴慕他的同在。用诗歌一起来成为我们的祷告。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请到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请到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爱你，我心爱你，对你的爱我思念不止息，让我走上你的山岗，也经历主啊，我回不去，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请到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爱你，我心爱你，对你的爱我思念不止息，让我走上你的山岗，也经历主啊，我的不去，你的山旁，贴近你，主啊，我不去找你。我们一起说这样。是请人由原徛伫重新来量书和圣经来顾配咱的信用。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者，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架玛利亚出世，伊本着命土来受苦，电死的死，来到道因母。第三日对死人复活啊，就你，他在全能的上帝大名，伊要对他来审判来看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最下面有对国话，另外的画面，阿门。请坐。
请大家三角来刻印，刻问第36篇，我来刻，恁来印。心内颂扬的人有福气，因为天上的是幽默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被神传，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被心上也喙焦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被流吧，认命人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被流了地，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被化地，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你被千岁的为着伊百姓困觉的人有福气，因为被天上的为着我，人就论骂恁，困到恁，诽谤你，万项的歹，你就我就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是大。因为你全是造化，是咱专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权人境外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咱经过一礼拜主的平安甲顺利。伫咧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用吟诗和乐来感谢你。恳求圣神降临阮的同在，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父，求你怜悯阮，叫阮脱离这罪的讨饭，伫你的疼内面，咱有盼望。无论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拢会用你的话来安慰我，互我有力量，无惊吓。我会将你的话记住在阮的心中，成做阮随时生活中的帮助。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已病的人，求主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有人厝外出国，求主赐因平安。也为着教会的长职甲事工来祈祷，求主赐因有智慧力量来互主用。也为着教会会使成做有见证、温典化满的大名教会，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也为着世界各地的战争会使平息，甲美国总统的未来来代祷，就赐阮的国家的政治者有够野的能力来管理这个国家。即是愿主的圣灵降临阮的中间，互你的话，小等会使透过蔡长老的喙，互听的讲的，拢会使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用主耶稣的求的名来求。即时要请圣乐队来带咱来学罗上帝。展现的高处，不要是因为聪明。
这是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诗篇39篇第40到第50。我来念。耶和华，求你互我知本身的结局，甲我年岁的岁数偌济，互我知阮流到怎样。第50，你互我的日子亲像一巴掌，我一生的年岁伫你的面前亲像无。别人行在时，真正拢是空空。世间人行做实在亲像影，因无因试试，真正无使讲。因的之主话，毋知将来是谁得去。以上，即是要请蔡长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生命的意义。你们在平安？平安。人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们有的1个礼拜不见，有的2个礼拜不见，有的21秋，有的42秋。请跟隔壁的人用你祝福的心说平安。平安。很美的一件事情，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张图？代表什么？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写的那个版头代表什么？没有，这张图写错了，应该是11月20号，不是12月20号。我就播上来，我就不想改，我就看几个人有注意在看那个日期，是10月20号，不是12月20号。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他不理我，你看，每人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过程，这个礼拜我们都在讲生命。上个礼拜我们去日出温泉的时候，我们特别讲到最后讲到生命的意义。我为什么一直觉得说，现在生命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大观教会有一个杨长老，讲太太不好意思哦，他不太想给人家知道，但杨长非常的好。信仰非常天生，是一个属灵的伴侣。那么长久以来，20年来都陪伴着我们成长，非常的爱我们，非常受到我们尊敬。不然他的长老娘打电话说：“哎，长老，帮我出去祷告他胰脏癌，YouTube 啊，最毒的、最不好的癌症。”然后成大教会病。没多久，传了一张影片过来，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去看，然后我每天都迫切为他祷告。传那个影片过来是他的大儿子跟他在讲话，可是他已经都不省人事了，就插着管。他儿子在那爸爸，上帝会走，会保守。然后张老娘就用语音传给我，蔡长老，他跟你最好，如果医生一直发病危通知，这1-2天可能会离开。你帮他写一些你们的事迹，因为到时候告别礼拜的册子要写。所以这几天一边流着眼泪就一边写完，就传给我的太太。我说你看看，如果没有问题，那我要转过去。他在讲说，真的过世了吗？我们要不要先问一下？那因为我一直联络不到，我就去上班，我太太就开始联络，联络以后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在交普通病房出加护病房了。我流了眼泪，血了很多。以前相处在几个世纪，我说还好还没有传出去，没关系，我这辈子都没有传出去，这边就留着做纪念。我希望他到普通病房，然后好了以后，我们也一起祷告。啊，那很好的事情。我希望医生宣布了很危机的状况，在我们的祷告之下，说普通。我们2个都一直觉得说，我们到时候告别礼拜，我们是不是去参加？那怎么样去参加？都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都写了一篇我们很值得一边流着眼泪写了我们怀疑的文章，我非常怀念的文章。然后他说他现在在普通病房。我就留下来。人的生命本来就是有限的，你在这个有限的生命之中，你到底想的是什么？上帝给我们的生命
你觉得很长吗？90岁、100岁、110、120，然后呢？没有了吗？就我的生命，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永生的生命，那么长的时间，在我们在世的时间是很短的。你想一想，如果上帝给我们的生命只是为了走向死亡，然后一无所有，那上帝创造人做什么？那个动物还不是一样，是走了，这一辈子就这样走了。所以我们慢慢在思想一个问题：我们要珍惜岁月的科米。上个礼拜，那吴永芳先生的好意，朱老师的好意，让我们到日出温泉。没有去的人，我会为你觉得很可惜。那个地方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我这辈子当40-50年的公务员，都是早上6点多就起床，然后晚上睡觉1点凌晨，1点有睡觉就上地，不想交够。我很少一天睡超过6个小时。他说让我去日式温泉，回乡去泡温泉，我在做什么？我在那边躺着睡觉。好难得一个礼拜6可以睡觉。我突然觉得说，一个人这样健康躺在床上是多幸福的一件事情。张南教授，我们中东马教授非常有名的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他写了一篇文章，蜗牛牵着上帝叫我，一个任务叫我牵着蜗牛去散步。蜗牛走路怎么样？慢。上帝叫我牵着蜗牛去散步，我一圈心里好讨厌，非常讨厌，怎么叫牵着蜗牛去散步？上帝这样做呢，我每天都好忙，我哪有时间陪他这样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突然我发现到说，有花园的香味。如果你们去日出温泉，你会看到什么？看到吊桥。我们营长老还特别在那拍一个美照。营长老吊桥漂亮不漂亮？漂亮。他还留着给他跟他太太2个人一个坐去，因为谁叫你们不去？爸爸妈妈在那边，好棒啊！人家叶长老还跟他太太2个去洗温泉，我问新年说你有没有去？他说他不敢去，他爸爸妈妈倒不去破坏人家。好美的一些场景。牵着蜗牛去散步，突然闻到花的香味，突然看到天空，突然看到整个的空气都是这么美，看到山这样飘来，他突然觉悟到，上帝叫蜗牛牵着我们去散步，不是我们牵着蜗牛去散步哦，是上帝叫蜗牛牵着我们去散步，所以上帝叫吴先生、吴永芳先生、叫朱老师牵着我们到日出温泉去散步，对不对？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吴先生也来了，好我马上就到你来。我们明年能够去吗？可以，谢谢。我们先讲嘛，对不对？反正先讲先领啊。他那个人机假期特别帮我安排，到那个地方的好处是什么？像回家，就像回家。如果你到别的旅馆，可能你会觉得像客人，在那边就像回家。那只是你要小心哦。那个吴先生中午请我们吃那个客家菜，尤其那个挂包，那个三层肉很肥，用那个棉干扣肉煮的饭非常好吃，让我吃2个胖的1公斤哦。这是比较伤脑筋的一件事情，非常的美。上帝叫光亮牵着我们去散步啊！虽然我从日出温泉回来以后，我那天对象说，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说我觉得躺在床上是一种享受，每天都一直很忙，他觉得说躺在床上，你在床做什么？没有啊，什么都没有想，就这样躺着。是一种幸福突然觉得说躺在床上什么都不想，是一种幸福。跟上帝跟你讲话，上帝告诉你什么，它是一种幸福。我们要不要让蜗牛牵着我们去散步？我们每天都很忙，我不否认你非常忙碌，但是别忘记了，偶尔也要牵蜗牛。上帝会叫蜗牛牵着你去散步。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的经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这是一个金句，在诗篇39篇第5节的时候这么讲：来，你使我的年日在如手掌，
我一生的年数在你的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没讲你和我一起就8种，这么长而已。我一生的年日，伫你的头前吼，亲像无啦。当人徛在时阵，这些拢是空空。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人的长度再长，才能够春夏秋冬高高的到北东吗？人生的深度，人的在高空的时候高过千公万里，低的时候低过那个深水海洋吗？我们说过的是什么？悲欢离合。所以我们的人生4大苦真的是这样吗？你们都不想说，上帝给我们在人生这个日子里面。今天你记是叫我们做什么？所以这句话很重要啊！人生无法重来，我们说走过、错过就是一生。世界没有后悔药，那我们就那个古代的诗说：“尝了后悔吃连料，日来担心夜心”，对不对？差不多。哎，中秋节你们有没有看到嫦娥？哎，我们家小猴子有看到没？阿公，嫦娥在那里。我看了老半天，这里有点像嫦娥。今年的中秋节月亮特别圆，很少能够看到中秋节月亮那么圆。其实这个月的月亮其实比那个中秋节更圆呐。但相对的，我们在人生的一生之中，经常错过什么？我问你，你有错过什么没有？你每天都跟着时间在打舞啊。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看见日光下面所做一切代志，拢是空空，拢是掠风啊。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拢那个皮康阿都无人，日光下面所做拢是新鲜，都没有新鲜的事情。有什么新鲜的事情？历史都在重演呢，尤其在政治上，你会发觉到历史都在重演。啊，你们学历史那么多，应该汲取教训，可是就是在重演。为什么？就是人啊。上帝给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让我们自己本身要怎么去把握它的时间。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告诉我们什么？诺贝尔那个光明火药赚了很多钱，说他觉得很不对，所以他设立一个诺贝尔奖。3年前，翁启威先生可以得到诺贝尔奖，已经去拍摄了，突然接到一个函，说他被处罚，那是冤枉的。一直3年来洗清不掉，所以这3年来诺贝尔的评选委员会都把他列入做重要的候选人，只等到他那个证明他是冤枉的。有没有证明？没有啊，所以今年化学奖也没有他了，他们是3年为期，这当然没有了，可能到重新了。卢峰先生在我的办公室里面跟我聊这个事情的时候，聊得心里蛮沉重。好多国家希望翁启威先生是他们的国家的人，日本给他重金礼聘，美国人也希望他规划为美国人，所以他觉得说他爱台湾，他的家在义竹，他义竹如果有空，我没去过，是他讲的，他的家里把它修饰得很漂亮，献给国家，让大家可以做一个公园。如果你跟他讲话，其实我本来不认识他，是他自己找过来的。我跟他在谈论，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好，他就是为了说我就是爱台湾，所以我就不放弃台湾国籍了。但是就是那个事情的就是冤枉的，可是为什么都洗刷不了？那诺贝尔奖也希望委员会希望说这个事情做一个交代，那3年来就是没办法做交代。也许隐藏就不应该出现一个诺贝尔奖，可是诺贝尔奖一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不要以为生命很短暂。他讲说什么？生命是自然，其实应该是上帝，上帝给我们去雕琢的宝石啊。生命是上帝让你去雕琢的宝石，请你们记住，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宝石，有的有时候雕琢，有的没有雕琢，有的庸碌在过一生。哎呀，反正这一辈子就在过了啦，喝酒啦。放弃自己啦，消极的过日子。有的人积极在生活，那就是把表示雕琢，在雕琢到什么程度，在上帝的面前，有一天上帝要接纳你，
是那个璀璨的宝石，还是一块破烂的石头？上帝会接纳破烂的石头吗？不会吧。对啊，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家人，我们希望我们不止大家庭，我们的小家庭，我们希望每个人有一天大家都相聚在一起。我们每个人都相聚在一起，阿门。哎，很好，我们每个人不止我们希望我们全家的人都能够相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陈先生，陶弟兄哦，我们一起来受洗的时候，好美哦。为什么？家人可以相聚在一起，多美的事情！你说没有我们在世上就相聚在一起，世上能够多久？就像小孩好了，今天我们为什么现在都在陪我们家的小猴子，他5岁，可是你能陪多久？陪多久？再个10年以后，搞不好你要带他出去玩，他都不理你了。现在是每天都抓着你，每天都是阿公抱，到时候你说阿公来抱你哦，等他输到之后阿公抱你，至于你的儿子，至于啊，你的女儿你要抱他，他会给你抱啊。不要以为好像小孩子这个依赖着你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我们的那个，今天我们先修了，就说我们大哥会不会来？他说大哥会来，大哥现在可以抱，对不对？哥哥10年以后，搞不好你要抱他，他不理你呢。现在叫他大哥还好，10年以后你叫大哥，他连理都不理你。人的意思就是这个样。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所以传道诗里面第3章第1节告诉我们什么？天下万般都有它的期，万万事都有。世间万般都有耶期呀，世界万物都有它的时间呐。11节告诉我们，上帝所做的都美好，只是上帝所做的我们没办法猜透，没办法渗透，没办法猜想上帝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是我们每个人在他的生命里面都留下的是什么？都是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个生命是珍贵的，珍贵在于它什么？它是有限的。钻石为什么贵重？因为稀少嘛。如果遍地都是钻石的话，你们觉得会珍惜吗？我们所有的珍宝都是因为稀有。生命为什么珍贵？因为生命是有限。你有看到有的人活得都不死的吗？听死完要长生不老，真的有长生不老吗？那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想到去年，然后我想这没关系了。港香南科学中药很有名嘛，大家都知道啊。台湾3大中药产业之一，他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叫蔡仲义，跟我是同名同姓，少一个3而已，跟我非常好。到我11岁，到我11天，不是11岁，我到我11天。同年，那个他11月过世的，同月，但是他到我11天，也是胰脏癌过世。那他可以说，他10次前有说，希望蔡仲义能够帮他讲他的生平，因为他们有一个仪式一定要讲生平。讲生平的时候，下面坐的是现在当总统的。就说真的，我就讲不出口，真的感觉非常好。他是个大企业家他出口都是算百亿的。可是我们2个在一起，他知道我的个性，我一定跟我太太在一起，他一定要跟他太太在一起，我们才会出去玩。做什么？看电影整个店面只有我们2对最老的，其他都是年轻人。我们吃饭都是吃蛋仔面而已。有人说：“这容易啊，买了我家里仔就500，对500就好吃那个牛排是很好。”我说：“可是我就很喜欢吃路边摊啊，我要吃大餐还不容易，可是我就觉得那个比较好吃尤其台南路边摊都很好吃。”所以，说讲话我真的不晓得该讲什么。可是一想到，所以一边要讲他的生命，也不能再想他这是很痛苦的讲一个人生命不能想人家。我跟他像兄弟我们感情非常好，10几年来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去看电影，去做一个4个小时。我们甚至最后还加入一个，也是一个大企业家，他的太太还来找我们，告诉我说：“我们先生嘛，你也找他出去啦。他现在都一天到晚出去应酬嘛。如果我们找他出去的话，没有人跟我们叫应酬，因为我们都一定是一对夫妻。然后我们甚至去成大
在学生餐厅吃那个吃那个小点心，然后去那边聊天，在大榕树下聊天。我觉得这是人的生活哎，不是什么聚餐，那个我觉得那个都不好玩。所以相对的，生命是珍惜，我们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你们说那个我们就信上帝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什么都不必在意。上帝叫我们每一个人要在意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生命的价值不在它的长短，而在它的什么内容。我再强调一次，生命的价值不在长短，而在它的内容。你做了什么事情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为爱神而爱自己。各位看到没有？这是什么图？这图有没有在动？有没有动？这个图有没有在动？这图有没有在动？有没有？这个图没有在动啊，但是你看就是在动，这就是生命。生命你觉得有，觉得没有，其实是虚虚幻幻。在生命里面，你会觉得很多的东西，哪一个有些比较大？哪一个有些比较大？中间的那个橘色，对不对？哪一个橘色比较大？这两个图，哪个橘色比较大？左来右边，两个一样大，两个都一样。所以其实我们经常会误解很多的东西，人与人相处也经常有误解。也许他心里刚好不舒服，他心里刚好有一些苦闷，你跟他在讲话，他不理你，卖吵话了，卖把吵，不要吵我。怎么这个样子？我还是好意耶。这个人真的是，现在心里很痛苦哎。所以去医院看病最怕是什么？开始问他你怎么了？医生怎么了？然后他从头讲到尾。其实说医院看病的艺术里面最重要的是陪伴。如果你真的去看病的话，其实我是尽量不去看病，因为怕打扰人家，除非他身体真比较好。如果他去看病的话，你能不能就陪他在旁边坐着就好？都可以不必讲话，走的时候帮他做个祷告来结束。就说的有时候人家生病不敢给你知道怕你吵他呢，你相信吗？尤其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要关心，可是我们教会的关心，见到谁生病，我们就赶快去照顾他。可是有时候可能是他的负担让他看清楚了如果没理解，我就不怕吵你了。你不会生病了，当你生病，我就把你提起来，不能生病就回家。再怎么说，我们很多事情是我们的眼睛所见的，不见得是真的。哪个比较大？比较大。不信的话，现在如果你觉得我讲话不实在，等一下你们来量量看，两个一样大。可是我们的眼睛所见的，不见的是真的。所以生命的体验，我们在4个阶段，第一个为自己而爱自己，这是我们经常的。尤其你看小孩子身上，那小孩子明明我买的东西，就像我这小孩子很喜欢吃披萨，现在必胜客披萨，告诉你要吃必胜客披萨要早一点去订，很难订呢。奇怪，我本来以为必胜客披萨有什么不好订，很难订呢。我昨天去订了，订到8点半才订到。他说昨天想说他要吃披萨，我去订披萨，订到8点半。他说本来不接单了，单子爆满，怎么可能？爆满，披萨，然后他买回来，披萨好多买大送大嘛，对不对？买1块送1块嘛，是不是？他那1块的一半都吃不完，所以他妈妈那个阿嬷还跟他切了6块，他在那边吃。我就跟他讲说，应该给他更好不好？不要。我买的呢。我还等半个小时我还开车那个我们士林那边已经卖光了，我还开车到那个延平北路的那个社子那边买，开了老半天了，绕了回来以后好像还剩很多给他们吃1块好不好？不要。他讲好，我肚子好，给我吃1块了，不要。你觉得很可恶还是很可爱？你觉得很可爱，我太太我太太一直在那边笑，觉得很可爱。上帝看到我们也是这个样子，上帝看到你也是很可爱，
可是你自己觉得你很可恶、上帝觉得你是很可爱呀、就上帝，人生是虚空，上帝是告诉你说人生是虚空，不要计较啊，不要计较。上帝看到每一个人都像还没雕琢的宝石，让你慢慢去雕琢它，雕琢到宝石以后，上帝就会收在你的口袋里面，就会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我们要来洗礼，因为我们要成为这个大家庭。有一天，就像那宝石，你觉得雕琢宝石不要加水吗？如果你有空去看人家尤其在捷克，你看他们在雕琢宝石，宝石一边雕琢一边要加水呢。为什么？那个加水才会那什么？所以上帝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是宝石在雕琢的中间，亲近他。人还只是为了自己而爱自己。甚至我们人长大，另外一个角度，等你有小孩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讲一句话：你要多爱自己呀，不要把你的什么都给小孩。有时候要多爱自己。那爱自己是基本的。第二个，为自己而爱神。什么叫为自己而爱神？我们有时候信上帝是为什么？是要上帝能保佑我们，让我们无灾无痛无病，让我们做什么都非常的顺利。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可是等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跟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不信你啦，我不会信你啊！世上帝好好，世上帝嘛是咧艰苦，世上帝嘛是流汗，世上帝嘛是怎么样？我信上帝根本没有用。所以为自己而爱神是很可怕的哦。你不要有目的来爱神，你没有目的爱神，反而会得到目的。我再强调一次，你毫无过爱的爱神，神在你身上是真的会有大作为。可是你有目的，你为了让上帝来祝福你来爱神。我这次考试我都不念书的，上帝我就相信你，让我可以考100分，我保证你，上帝会让你考0分。人的尽头是上帝的开始，上帝希望你还是要努力耶。他希望你雕琢宝石哎，你的宝石还是雕琢，雕琢的时候上帝会加工，让你雕琢得很漂亮。如果不是上帝是设计师的话，你是在雕琢这个宝石，会雕琢得乱七八糟哎。所以说信上帝，上帝在那看着你雕琢，哎不对，他们纠正你的方向。对的话，就是让你受折磨，雕琢宝石会不会痛？人受折磨会不会痛？会。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在雕琢我们的时候，觉得好痛苦，上帝我不要啦，我不要啦。有没有矫正过牙齿？矫正牙齿不是1天2天，矫正牙齿现在很方便。我这个牙齿没有矫正，看就知道乱七八糟的。哎，有时候女孩子会矫正牙齿，要好久。我的女儿去矫正牙齿，矫正2个月之后就把它拔掉了。连刷牙都好痛苦，宝宝我不要了。然后有一天突然跟我讲说，那天我都听爸爸的话讲，他的意思说6个月就应该可以慢慢有出血了，要1年以后就会比较好。我如果忍受痛苦那么1年，我的牙齿会，很整齐，对不对？矫正牙齿啊，我想在座的我不晓得有矫正牙齿，矫正牙齿很痛苦啊，可是要经过那个阶段。那就是雕琢表述的阶段。第3个阶段为什么？为神而爱神。其实我们大部分都在这个阶段，我们完全相信上帝，我们爱上帝，因为上帝会照顾着我们，我们就为了单纯的爱上帝而爱上帝。那这个就会有一个毛病哦，就不止上帝耶，宋七力你也可以这样做。宋七力，因为宋七力会变化，不知道真的假的啊？变化好多的生死。你如果看到蔡宗义，突然看到这边一个蔡宗义，那边有一个蔡宗义，那就是蔡庆义的。这边一个，那边有一个。为了他会变化，你就信他，好奇怪哦。如果你相信他是让你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生，你信他是真的吗？你为了他可以不一样，就像印度信有一个人。30年来在树下打坐，不吃东西耶。好多人去膜拜他，好多人给他好多的钱，非常的富有，每天在膜拜。结果一对科学家觉得不太相信，就在他家对面偷偷装了监视器，红外线的监视器，发觉到
哎，他真的完全不吃东西，半夜3点有人会偷偷送那个东西过来，从吸管从这边这样吸完之后，哎，所以34人都在吸东西，可是也很可怜的哈，用吸的，没有一个人34人不吃东西的啦，不可能啦。但是就是这样，我们就相信他，就认为他是神，就拜他。所以我们经常为了爱神而爱神，为了神而爱神，是为什么？神是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伟大。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也不必爱神。神当然是很厉害啊，才就是神啊。但相对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为神而爱自己。我们要学习神的样式，我们要像神一样，尽量去学习他，跟他一样的谦卑。如果是你为了神而爱自己，你相对的你就会爱别人，就爱人如己，相对的就会彼此相爱，相对的是为别人可以牺牲，那个就是神呢。当你离弃神，当你讨厌神，当你舍弃神的时候，神有没有舍弃你？没有。神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为人，来救赎你的罪。你想说，哎，这不太可能吧？真的吗？那是2000多年前。我都问你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小孩？等你有小孩的人，一般没有小孩的哦，没有小孩不说。有小孩的人，你自己想想看，你为了你的小孩的，他的哭，他的笑，都会牵引着你耶，一辈子。你有看过没有？90几岁的一个老欧巴桑，推着轮椅推着一个70岁的儿子，不要老是经常看到哦。你的儿子70岁了，你90岁了，他还是你的儿子，你还是爱他，爱得要死。你会因为你的子女们是脑儿麻痹，你的子女们身体有残障，为什么而舍弃他吗？不会，你还是爱他，你还是用你的全心全意在爱他。那我们就想一件事情：上帝这么爱你，你真的爱上帝吗？上对象很容易。你爱你的子女很容易，可是子女爱父母、爱你的祖母，容易吗？不容易。我跟荣弟兄会陪着陈先生来做礼拜，其实你自己也想做礼拜了哦。不管怎么说，这样2个家人坐着做礼拜，你看就是很美的画面嘛。你看文中陪着我们爱家人做礼拜，就是很美的画面嘛。你看我们的大哥陪着众人在做礼拜，不是很美吗？我大哥哦，大哥我记得了。一起做礼拜是很美的画面。一个小家庭，一个大家庭，再一个大家庭，都是主内一家人，是很美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你会觉得真的非常的美。上帝最喜欢就是那个画面，你看到那边，好高兴！你看，不止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你们来做礼拜是因为你爱我啊，我爱你们，你们也爱我，这是多美的一个画面。所以我们应该为了神而爱自己，阿门。可以跟隔壁的讲，为神而爱自己，为神而爱自己。哎，不要忘记，我们要学神的样式来爱自己。我们爱自己是为了神而爱自己，因为你那么爱你的小孩，你要那么爱神。跟你真的爱神，你会发现到说，你对人的感受不一样，你真的出于内心在爱他。所以我为了写那篇文章哦，我在说那文章怎么办？说留着啊。可我有一天我死了，那个杨长老还在的时候，就拿给他看，说我已经帮你，等我先走了。没关系，我先帮你写好了，等你走的时候，在这一篇可以放在你的那个告别册里面，说我走了之前也帮你写好了。其实本来就不怕死，但相对的，那是很美的一件事情。为神而爱自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学习的角度来看自己，也学习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要负责，这才是生命的意义。
你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不要放弃耶。你会觉得我都没有用啊，上帝我什么都不会，我什么都没有用，我就放弃自己。人绝对不能放弃自己。我再告诉你们啊，我们中间有年纪比较小的，记住哈，人不能放弃自己，因为人都是上帝所创造最美好的。上帝吹一口气，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人不能放弃自己，人只要不放弃自己，上帝就会动工，让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什么叫有用的人？让你成为你想要的样式，甚至超过你所思所想。所以你们不要忘记，每一个人，只要你努力在神的面前所做的，会超过你所思所想的。不要放弃自己。生命的意义在于你对神的保证是：我不放弃自己，我是个宝石，我雕琢成非常美丽的宝石，在神的面前得到荣耀。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要生命留下美好的回忆。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希望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们能够创造很美好的回忆。你们想一件事情，有一天你过世了，蒙召，上帝接走你，你在墓碑你要写什么？我庸庸碌碌一生，我是个没有用的人，还是你会写说，感谢主，我这一辈子追随着你的脚步。我不知道你要写什么，但是你们要想想看，你的墓碑要写什么？你们回去自己想。现在你可能还没有想到，等你冷静下来，你要想说，有一天我如果过世了，有一天我都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墓碑我要写什么？我要留下什么东西？我要留下什么字给我的子女？你阿公、你阿嬷，他有留下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们要注意。所以发明电灯的爱迪生，他在1931年10月18号死掉的时候，报纸登了好大的一个字，他讲什么？灯熄灭。爱迪生这么伟大、这么厉害的人，灯熄灭。我们的灯也会熄灭，但是它熄灭，它的灯虽然熄灭，可是它留下给人类的是美丽的宝石。所以上帝创造人，让我们一同可以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丰盛。但是上帝对于你所遭受的任何事情、任何的患难，请你听一书听清楚，上帝你们所遭受任何的挫折、任何的患难，上帝都知道。上帝都知道你们所受的每一件患难、每一个事情，但是上帝会保守你，会陪着你。当你的尽头，上帝就动工。要对自己有信心，要为神而爱自己，让上帝所创造你都成为最美好的宝石。上帝，当你舍弃他，以色列人舍弃上帝，可是上帝没有放弃他。以色列人2000多年来四处漂泊，上帝还让他建国。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周围的阿拉伯这么多人，他是打败他们。他要的是什么？真正的信仰。你真正的信仰，它就是一颗宝石。这个宝石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十字架的爱。不要忘记，你们都是上帝牺牲自己生命赎下你的，你本身是得到救赎的人，你要珍惜耶。上帝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告诉你这句话是什么？要通过耶稣啊！你要学习耶稣，你们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知道，在神的面前，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依靠上帝，因为他会牵着我们的手。我们的生命中要随时跟上帝在一起，上帝牵我们的手。
可能你对他也不熟，但是我希望这段话里面看你熟。来用看我的手，我的主，请你卖离我，请你不要离开我，牵我的手。上帝永远在牵我的手，在牵你的手，在牵我们的手。这是林立忠牧师说回西瓜来，咱先看回来。你们最现在都是他外牵外之后，下礼拜你比我这条路，我都会行，我需要你来陪我。身体、你的工作，等你到任何挫折的时候，记住上帝牵着你的手，我们来唱诗，来哦。让我来求，加你百里路遥，奇妙的。
我们的手，走每一步的路。我们有时候觉得非常的气馁，我们有时候这个挫折在我们面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相信，我们确信，我们依靠着上帝，牵着我们的手，神啊，牵着我们的手，走我们人生每一步的路，让我们的生命雕琢成美丽的宝石，有它的价值，来见主的面。我们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就是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听。兄弟来吟诗信诗第387首，吟诗后请蔡长老来做导。主耶稣牵着你的手，走的每一个步骤，每一条路，都让你的生命有价值。愿上帝的恩典、慈爱、保守看顾着你们，让你们每一个脚步都有他慈爱的保守跟呵护。愿主啊所遇到的问题，去被上帝听他。请你的相通感动因带家己撒到地底，对即时比较永世大无所。阿门。请坐。
即是我来报告。后主理自访者请准备心。方面报告若是有处理，请向阮人还是会议来反映。来看消息报告部分。第一点是小等下礼拜以后有小组的分享。第二是咱日本会有伫12月7号下晡要举办圣诞市集的活动，有要邀请大家伫10月27号前将厝内底用袂着的好物来摕来市集来义卖。这市集义卖你摕这物件请摕互桂林姐是黄主记募集的资讯伫后壁的公布栏有打请大家将合乎这个募集的这个条件的家里的好物拿来市集来义卖。第三是下主日10月27号夫妇团契岁末感恩茶会也要举办会长的改选请亲友踊跃参加。第四是长执会有决定，11月2号迄天是拜六拜六9点半要伫4楼要召开年度的长执还有同工的研讨会请这个新旧的同工来出席。第五点是夫妇团契伫11月15号拜五要举办苗日一日游内容伫后边的公布栏。具体的交通甲大道的事项请大家小等下伫小组的内底来做大道。过来，过来看今日礼拜以后有小组的分享进度是新眼光读经是耶利米书第22章到28章。即马请叶老师先替咱来做访读。今天我们要从22章到28章其实对21章开始21章就是讲耶利米劝约西亚王西底家劝西底家投降巴比伦。约西亚王耶利米劝西底家，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最后一个王他劝他投降。当然你就知道劝他投降他的后果一定是非常严重。他劝他投降以前，我把这个历史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会讲？因为埃及一个新的王，新的法老王，这个新的法老王一起来以后，他就要去攻打巴比伦，找那个谁，找那个西底家说，我们一起去攻打巴比伦。你知道西底家是巴比伦所册封他为王的，因为巴比伦曾经一次来攻打那个以色列犹大国把那个西底家让他成为王。结果他现在要反过来要去攻打巴比伦，所以去攻打的时候，巴比伦就大军来了，大军来了不得了了，大军来了他就非常慌了，他想说会不会像100年前他的祖先那个西西家一样，西拿基来攻打他的时候就求神，神就让他们打赢，他也是这样，赶快去找那个先知耶利米问他怎么样。先知耶利米其实他在这个以前他已经做了一件事情，他是怎么样？他就用那个枷锁了，台语讲用一个那个枷啦，压枷啦，讲压枷，用一个枷锁木头做的枷锁，然后把手绑起来，在那个耶路撒冷的大街小巷这样走。人家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你们这些人民会被抓到巴比伦去下架。结果有一个假先知来非常生气的说哪有可能？他就把它折断了，说折断我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的那个枷锁，已经折断了，用一个铁的枷锁把它加上去了。耶利米跟他讲对啦，我唔对，用铁的啦，用铁的枷锁会把你抓到巴比伦去。结果把那个先知耶利米就把他下在监狱里面，要把他杀掉，后来没有杀掉，
有那个其他的先知把他救出来哈，祭司把他救出来。啊，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他这个围城的时候哈，围城非常21章那怎么讲呢？围城的时候，耶利米就特别跟他讲说，围城的时候啊，从城外跑出去，城外的遇到刀剑，留在城内的遇到饥荒，就跟他讲这些事情了。啊，所以他们当然非常生气。后来耶利米又讲了一个比喻了，他说哦，会有两筐，说神让他看到2筐的无花果，一筐无花果就是出熟的果子，一筐是已经烂掉了。他就讲说，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就好像出熟的果子，会在那边得到祝福了。留在耶路撒冷这一些哦，好像烂掉的那个无花果，会被怎么样？到最后被刀剑、瘟疫所杀，最后全部灭绝。我们知道真的是这样哦。70年，他也预言说，70年以后会再归回到耶路撒冷。70年以后呢，当波斯帝国成立的时候，要那个基督教要让他们回来的时候，很少人回来，只有几千人回来，被掳了好几万、好几十万，回来没有几人。为什么？因为在那边赚了大钱，不愿意回来了。大家赚了钱就不愿意回来。这个是先知我从21章到28章一直在强调的。其实他强调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国中里面欺压穷人，期望正直，在22章里面就特别这样讲，说你们如果有行公平公义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们，但是你们没有这样，没有这样，所以他就说你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其实我们读那个什么，读那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里面怎么写？出埃及记里面写得很清楚，说。第一话讲，恁若小夸欺负遐孤儿、寡妇甲主人，小夸他们呼求我的时候，我就击杀你们，让你们的，第一讲，互恁的某真做寡妇，互恁的囝真做孤儿。出埃及记里面就这样写。如果再不听的时候，我就把你抛在半谷之中。这样。但是你们如果呼求我，我就如鹰把你们再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确实是再回来。我们读旧约的时候，那一天我跟老弟兄讲说，你如果想要赚大钱的时候，你就读旧约。为什么？旧约是讲地上的事情，讲如何得到神的祝福。另外但太滑稽，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赚了很多钱嘛，赚的不是赚了非常非常多的钱。所以你要赚大钱的时候，你读旧约但是你如果要进到天国里面，你就读新约。旧约是讲一个国家的事情，它不是讲个人。新约的时候是讲个人的事情，所以差耶稣来，摩西来了，耶利米来了都没有用，所以最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讲的是天国的事情，他讲的是人跟人之间的事情。人跟神之间的事情，就像今天蔡长老所讲的，所以那个是新约所讲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家吧，就像以色列会复活一样，有一天我们就回到天家。那个天家是谁告诉我们？唯有耶稣告诉我们才很清楚的，他把天国的事情全部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旧约跟新约是完全不一样旧约讲一个国家、一个家、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新约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新的人要进到新的耶路撒冷谢谢。是袂倒，生活队要唱祝福的歌。
平安喽，回兄平安。闭会吼，来行平安礼哦。平安喽，平安喽，平安喽，我算平安，小姐平安。